琉璃，琉璃，琉璃！哎，少爷，哎，少爷，你醒了？这是哪儿？医院。医院？嗯，我得走。琉璃，你在哪儿？刚好是，来一个。谢谢。啊？我们照张相吧。这是什么？来，我不要。来，靠我近点儿。1、2、3。快给我看看！快点儿！快给我看看！等明天站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再给你看吧。我还不稀罕呢。哪天我真的把你弄丢了，你就来这里，不管你在哪个角落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拉钩。但现在两个人如果决定一辈子在一起，就会结婚，也就是你们说的成亲。女的呢就会穿上这件婚纱，男的就会穿上旁边的西服。来吧。真漂亮。这件婚纱我要了。好。
你们橱窗里之前那件婚纱呢？不好意思，先生，刚才那件婚纱被一个女孩买走了。买走了？对呀。女孩？什么时候？就是刚才。你好，你有没有看到个个子这么高、眼睛大大的女孩子？哎，你好，你有没有看到个个子这么高、眼睛大大的女孩子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有没有看到个子这么高？哎，你好，有没有看到个个子这么高、眼睛大大的女孩子？没有，没有。琉璃，你在哪儿？为什么丢下我？为什么？离开时你也有不舍，思绪乱了，心在忐忑，情不会轻易被遗忘的。女人心是透明的底色，要经历命运的调和，才会清澈。心中有种莫名的快乐，终于懂了，人为爱活着，守候着。还记得我送你的那块 U 盘吗？里面有一段录音，是关于他的描述。和我说这个干什么？我现在只想找到他。小浩，我可要警告你，他上辈子不是好人，不仅害死了宫女，还嫁祸于九阿哥，最后不得善终。那是上辈子，我不管什么正史野史，我只相信自己的感觉。少爷，上次王教授跟我说那个冰人失踪的事件，你得给他个交代。我一定会有个交代的，但不是现在。虽然我不知道琉璃去了哪儿，但我始终相信她一定会回来。我会继续找她，等她，直到再见到她。少爷，我跟您一起找。送我一个。虽然我眼瞎了，但是我知道你一定在笑。是啊，我很开心。你真的开心吗？如果他这辈子还那么爱你，那么你的离开对他来说更是一种伤害。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自己的问题要自己来解答，跟着心的感觉走，准没错。跟着心的感觉走。醒来以后忘记我，我们在一起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。你也知道怎样可以找到我。我做这些事情，只想告诉你一件事：
般捧在手上，虔诚的分享，写下一段烛光，将经络点亮，是动情回肠，是生爱一场，爱到最后受伤，哭得好绝望，我有几次梦样，只希望你抓着我，赐予我无限的被爱的力量，让我们心脏不理想，尽情的幻想。我为我今生的挚爱琉璃创作的电影《宫锁沉香》将于2013年夏季上映。当天，我会在我们俩曾经去过的电影院门口等他一起看首映。琉璃，希望你回来，我的爱与你同在。琉璃，我用206天写下了关于我们的所有故事，因为前世让我们相遇，因为前世你离我而去。我写下这个剧本，并把它拍成电影，是想让你知道，关于你，关于我，关于我们的一切，我都已经明了。所以，请你放下心中的顾虑，回来好吗，琉璃？还是那句话，相信我，我已经找到了可以让我们在一起的方法。回来吧，我一直在等你，我的爱与你同在。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，sorry。少爷，听说你把琉璃的故事真拍成电影了，行啊你！你觉得他能看到吗？我觉得，只要跟着新的感觉走，他一定会走到我面前。好吧，好吧。如果他真的能够看到，你们又在一起了，我就释然了。哎，我跟西西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没看你有这种感觉。我闭关写剧本的时候，发生了什么吗？是啊，人家吴亮要和那法国妞结婚了，你也得抓紧了。吴亮，你要结婚了？怎么，我不能结婚啊？和西西吗？对啊，怎么着？啊？你要横刀夺爱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我可不怕你，来啊！嗯，不敢不敢，记得带他来看我们的电影。没问题，我们都支持你。我们包场顶你，兄弟万岁！万岁万岁！万万岁！哇，讨厌！你们俩又欺负我，笨！可以。你好，行啊你！不错啊。哎，已为人妻了，收敛点。你现在敢这样跟我说话了？我当然不敢了。恭喜啊，小浩！谢谢学姐赏脸来看，也祝你们幸福。哟，
嘴真甜。快进去吧。讨厌。怎么还在等他？祝福你。谢谢，快进去吧。电影《宫锁沉香》的首映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观众迅速进场。电影《宫锁沉香》的首映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观众迅速进场。倒计时开始，5、4、3、2、1。还是变了，装作笑着，离开时你也有不舍，思绪乱了，心在忐忑，情不会轻易被忘的。喂，琉璃，是你吗？是我。好了，画好了。画好了？结局？结局啊。那后面呢？句号保密。哎，你这样还想拿稿费？来追我呀！来追我呀！你别跑！一丝期盼，未来是你不再孤单，心落地了，不再跳着，痛应该轻。